来乡亲啊，有关新魂大师的故事，等一下继续报给你听。咱先来看新北市的金山永金公路4公里的所在，昨暗9点外，因为落大雨崩山，自来水淋装净水厂规个河淹去，嘛甲3座的水槽跌地海。金山的6公里有超过100户的用水受到影响。自来水公司赶紧调派水车支援送水，放落来的土石嘛阻碍着道路。透明整修了后，目前只会当单线双向来通车，但是路况真无理想，有正强的水钻出来。若是要改造第2架线，要加出将近40分钟的时间。副市长讲，会拼离的等一个6点双线来通车。山壁一搭甲边的树林形成强烈的对比。崩山的所在是伫永金公路4公里的所在，而站的向阳崩去，意思讲现场的交通受到严重影响。怪手伫现场伫学，经过规暝拍拼，目前是开放单线双向的通行。现场继续咧抢修，抑个因为水沟塌掉咧，意思讲水拢溢到路面来，对驾驶人来讲有淡薄危险。永金公路崩起的所在，双边拢设管制点，本来敢若需要27分钟，就使为金山到北投，因为为了安全爱设路，都要行第2架线。安尼要加用差不多40分钟，今麦只希望赶紧抢通。预计在今天傍晚的6点可以做好相关的一个抢通。那其实现在上偏坡的坡面看起来是仍然会有持续坍落的一个风险，所以大概我们还会随时做好相关的一些警戒。崩落来土石可去得到林庄净水厂3个水塔底甲当作塞歪无作用啊，直接去影响到金山区的民生用水。这条那些水用完全部都没水，目前这个情况就是水里面已经用到剩下这一点。水道头一个拍开嘛无啥水，水压嘛有够低。6公里248户内面有超过100户是用自来水，虽然讲大部分的人厝内拢有水塔，就惊讲挡无偌久。水塔还有水，我们就把它预留下来。昨天晚上就开始准备。一天就帮山去看到水塔了后，真侪乡亲早就欠水做准备啊！自来水公司嘛为外县市调派水车来支援，伫6公里的活动中心设临时供水站，好大家来取水，希望讲会使顺利度过这段水厂修理的时间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